没有把握的。我觉得全部都是没有把握的。对不起，请回座休息。万有难懂，身边嘅沙不停。怎么那个呢？罗哥好，海清好。从阿腿用。你要的细腻度啊。冰彩线呐。 大擂台，闹热向下台。国语前的不如同你节目，我是罗时峰哈。係，我朱慧君。同大家報告一下，今日呢冠軍總今日年度總冠軍呢倒數第2個禮拜比賽，第2個禮拜。係啊，所以今日戰況啊，會有乜個變化含？可能會有新的變化。係啊，可能嘛會有更困難的。 冇強勇嘅挑戰，多大基本有乜嘅情形呢？哈，等一下他個主題。好，接下來介紹呢金牌嘅評審欣賞，請視聽欣賞，徐哲偉老師、東東老師、鍾碧老師、羅格林欣賞。太嚴肅，太嚴肅，太緊張啊！你介紹我一下好不好？係，羅時豐欣賞。 哎，徐老師，今天有乜嘅好教嘅冇？今日潛水站呢，可能遇到嘅難題都較多嘅哈。今日嘅主題呢係評審，啲嘅評審來自聽嘅歌曲。呀，冠軍賽呢，也都面段嘅哈，都有下面腔嘅睇到面臨呢係國家嚴格嘅考驗，考驗。啊，不過之前呢，3線上呢有老。 各啥嘅線數，根據家嘅上面嘅特色，嗰個佢平常時嘅弱點，來攞佢聽數前3數個嘅幫佢專業練習。有功課的哦。係做專業練習啊，所以呢，也下見邊呢，人都現場就會直接公布叫唱哪數個嘅。哦，佢3條裡面唔止講唔會先哪數個嘅。佢3數個會練好誒。啊練好。哎呀。 係也係就我講，係也就現場嚟公布，我唱哪首歌。哎呦，怎麼那麼恐怖哦？對呀，對呀，好寒冷哦。完全是很殘酷的一件事情啊，對嘛？哎，練歌嘅1禮拜準備一條吼，你唱到好就已經當困難嘅，難道學3條，有2條練到當熟，有1條冇完熟，到我今日身上嘟嘟點到幾條尾唱快台，對吧？快台個就真係快台。有獎到 TVB 係乜嘢呢？林思玲。好了，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主持人好，思玲姐好。好。思玲姐姐，我記得上禮拜唔係對這個有咧夢空嘅挑戰哈。係對。唱幾條歌嘅啊，老師啊。糖豆3個嘞。係啊，老師一致哈就非常好評啦。對，謝謝安之生。根本你有練3條歌嘅。係3條歌嘅，一千塊。真的好練3條歌，一千塊。慢本呢？唔知啊。 唔知啊？唔知哪一位？徐世偉老師。歐巴桑團體是你？哎呀，歐巴桑。OK， 要不然只聽本思玲姐姐哈，要3首歌嘅地方呢，有呢秋葉、夢想，那個還有一首夜嘅下珠，要3首歌嘅。我會選歌的，我還是比較針對你的特色來幫你找歌，因為我感覺講。 比賽雖然講，潛壓弱點哈，阿唔過我會希望你現在不是弱點的問題，是你一直想要突破你不可能的事情，一直在做你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希望嘅係也緊逼希望嘅係做你可能的事就好。可是，但是可能的事最難的發揮就是當你去甲懂熟嘅東西，講你去甲唔記得你熟嘅係乜嘅東西，係反而你自己要找回你自己原來的樣子。所以呢，緊逼呢從要3首歌嘅呢，我選呢亞數歌嘅很多夜嘅下珠。好，按照這個唐林思玲帶來夜嘅下珠，好嚟彈下來。
这首歌呢也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它的歌词非常难背。虽然它有故事性，但是要在临场马上把联想过来还是有点困难。那希望呢，今天能够稳稳的把这首歌唱好，然后赢得这次的比赛。你讲上爱跳舞，才拍世界山路，规山的泡发也为你感动漂落。I love you， 苏哈南的你为多记你快爱，去年。你讲爱你多年，一三年跳舞，规山的泡发也为爱感动漂落。I love you， 苏哈爱的你。渐渐走走，你强强地来，又强强地走退嘞，花开嘞你呀走退5年的下注，无嘛嘅发相爱讲，去年嘅嘅下注。跳舞，才拍世界山路，规山的泡发也免总快漂落。I miss you， 苏哈来想你，你强强地来，又强强地走退。谢谢。懂好啊。子噻。哎呀，这个音乐家从样办？很周的啦。来，徐老师。司令姐姐好，亚述国外啊，其实今天表现上来，你并没有太让我。就是说，并没有让我失望了哈。谢谢老师。好，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严苛。不过，因为亚述国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会讲，它的那种附点的感觉。附点的感觉没有做得很明确。哦。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到你那个附点的感觉。嘿，定义记得莫给人嘅下注，你讲上。爱跳舞，在拍世界山路，在那个附点的地方，一直会处理得太平了，所以它律动有那么影响到你想要表达的情绪就被影响到。其实我就会希望你是甜甜的、淡淡的忧伤来唱他的东西，这样就好。所以呢，其实你从国刚他的个身体的律动啊，其实是太重了。身体的律动可以再放轻一点。意思是讲，你不要用身体去算拍子。你可能要回到自己的心里面算拍子，让身体不要乱动。某位发你会影响到你自己身体的律动之外，按你唱的方式，你的那个起伏的话就没有办法表现。好，OK。谢谢。好，按子噻，好，按先来看一下分数了。好，哎呀，看林司令的分数。好。
刘老师打到满分呢。对啊，罗老师，为什么？诗琳今天的表现都给我相当的惊艳哈。哎呦，要是各位那个下注嘿，黄丽玉一个下个，对，其实我只有谈过主唱本人唱的版本啦，其他人演唱过版本我冇唱过。我每本诗琳艺术歌十分的原因，就会讲，因为唱那条歌表现已经完全跳脱了原唱嗰种迷途的。我还强调一点，佢今日唱表现艺术歌基本上。还是有很强烈他个人的想法。哎呦，我有改编伴奏，我有改编。这是也很我一次懂鼓励参赛者去做嘅事情哈，也可能里面我本身就会创作者要有管系嘛，所以我只要我谈到你有你的想法，有你的创意，唱在歌里面，基本上我都会给很高分。我今天给高分的原因就在这里，诗琳把老体去给他想法跟他自己的创意唱进去了，所以我给他满分。好，谢谢。哎，你有那种想法了，因为。对啊，你那学编曲、学音乐。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band 啊，乐团啊，老师也会交流，对，会交流，给你意见，对，会给我意见，嘿。然后就是请他们先帮我编曲编好，然后让我自己练习这样子。因为本场诗琳姐是婚礼歌手，对对，然后她也是婚礼主持人，对对，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遇到乐队老师，对呀，这都可以运用，哎呀，继续加油，好，真的懂用心，祝福你啊，谢谢，还有一礼拜哦，好，下礼拜好不好？加油，加油，好，谢谢，麦克风给我，好，回座休息，安子生，乐沙的有唱队啊，比林冠权来到舞台当中来。罗哥好，海君姐好，都有精神。各位观众朋友好。你白眼没？白票啊！你白嘛呀？练三数，哦，真难的，真难啊！真难，三数是多难啊！哎呀，有没有把握的？我觉得全部都是没有把握的。对不起，请回座休息。明年一個來哈，要派錢收費哦哈。挺快哦。好了，安尼指定老師是這位老師。輕矮哦。我想我禮拜本講權三首正經算係東南嘅歌哈，由拉丁曲風嘅聽下來哈。哇！係。有速度忽快忽慢的 Lotti 歌，韓語數呢是。很強調語氣，哈，跟他的聲線的歌曲都細妹而看，你係林生祥老師的歌曲，我知道哈，我被偷了三首，係因為我之後看佢比賽下來，佢一直有拍子上的問題，還有上個禮拜慧茹老師講佢他的聲線還有音域的問題，我希望佢練過了三首歌曲以後咧，佢能把偷嘅任何一首歌曲佢都做嚟駕馭，佢變現呢很多。細妹而看，加油！好了，謝謝。冠權帶來一條歌曲來。這幾個禮拜我都30幾分，表現得非常完美。希望這次比賽能夠35分，謝謝大家。細妹而看嘅天動搖嘅泰山，高度爬遠，金邊啊金磚，細妹你可那嘅春晚嘅好吧，叫君太水，金邊啊怎樣？求你安家，求你安家，求你安家，細妹，細妹你可嘅掛。泰山深深古老，山下嘅十公田，細妹你可那嘅唱歌嘅好。
弯腰南渡，身边的沙布天，像你相爱，像你相爱，像你相爱，什么？ 启蒙太高，哎呦，哎，你会唱到让哲伟老师拍手哎！哎，君姐好，屁股不要对观众。哎呀，拍谁拍谁？原来你是这种路线哦。有吗？这让手一直抖，好恐怖哦。哎，真正的高手在这里。是他们是哎。对啊。徐老师哦，其实我很危险哦。我真以为给。 你哭什么？你因为骂了他吗？因为我很感动，没有，因为连东东老师都说，有记记哈，正经当难唱，要是关爱唱歌，身边那沙菩提给唱到暗后，老师教唱歌都要哭了，因为我其实很感动，连老师都说你选歌选的真好，我会觉得你真棒，成就感，你真棒，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你，因为他从第一句。 你知道那一句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对，我就觉得我很想跟大家说，你们看，你们喜欢的欧巴回来了。那之后给李亚树歌曲哈，因为李亚树歌曲太甲唐乐当简单，不过给啲搭机还有搭团的铺陈，做得太漂亮了，是它的层次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还有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缺点可以说，包括它的音准也到了，它的速度也到了。你看以前一唱两首歌曲，佢不紧脚，对对，有冇？不紧脚，唔直接唱嘛，佢冇，佢稳稳的唱，速没对耶，不会有怪怪的感觉，给他表情很诚恳的。最后一句，唱你相爱什么？他连那个气的控制都有波度了。你喺爱深度记，爱看佢比赛多了下，爱知道佢表现最后一首歌曲。咩爱以前爱冇看出佢，大白你报记，爱除咗上爱看到佢唱安尼歌曲。恭喜你冠军！ 谢谢你让我很有面子，我不怕。即使你是第5名，但是一定来心目中黑第1名，我必帮你当高一分数。谢谢，太棒了。因为其实哈，我第中马克欣赏我有一种百感交集，是因为他前几个礼拜真的很危险，他一直想要突破一个很厚的墙，但是你一直撞不破，可能都没吃饭太瘦了，墙很厚了，撞不过去。今天终于撞破了。 对，但我们人家唐都的徐哲伟老师啊，哦，对吗？先看一下分数，刚冇其他分数，然后那个哲伟老师给他10分，全部他被7分呢，嘛个8分啊你。摩擦了哦，哎呀，来看一下，冠军今天就拿到一多分吧。太感动了，还是觉得你好重，你要不要再重一点？ 没有什么大差错了，不过好像没有原来邓老师唱的那个部分好。来看一下，冠军今天就拿到一多分来。林冠军的分数。 太感动了，终于有40分以上了，而且还是觉得你好重，你要不要再重一点？太感动了！哇，罗老师超过40，你还47分呢？ 对呀，你可以让我的偶像给到10分，真的是你有你的。罗国立老师，我本10分，这个真的是天方夜谭呐。他其实他还蛮可爱的啦，他每一次的表现都是用非常精心设计过这样，不管是灭骨灭乖也好，还是怎么样。有没有破天荒啊？破天荒的高。来，麦克风给我，恭喜你哈！赶快打电话跟妈妈说哈。哎，啊，你还记累积分数迄人应该。 还不知道哈，穷途听的。好了，杀下来。邱志强。好了，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哎，子谦。哥哥好，君姐好。我懂哪点嘛？
对你来讲有点困难，有点困难。对对对，不会吧？那歌路的歌曲吗？有几首不是，有2首不是，有2首不是。对，好，那来请教一下东老师。那自天笔嘛哈，错一般係自天國與神樹國嘅 T 樹國喺法術下吼。哦，之外呢，其實有三首歌的神樹國嘅木馬 Q 用法術下屬於原唱音比較多哈，原唱較多 sustain 較多嘅歌嘅。當我藝術係先咧紅梅、鳳梅哦，董南聰董南聰，唔過我希望藝術國也是考驗他的功力啦哈。其中唱歌用，其中唱歌多。哎呀，我特別因為為了 video 出嘅呀題目本嘅，但特別彈佢特別唱嘅啊，吼，到 YouTube 彈過，吼，紅梅幾多唱很做的，唔過藝術講係在我現在都是講藝術國嘅第一個嘅國嘅鋪陳很艱難，唔過你唱歌，那是如果你那一次可以唱，可以做為嚟唱，該多嘅唱行加好嘅話，那赤裸黑隊人肯定的進步，嘅分數一定會當過，好，再給你練舊歌的機會，各位。簽名書歌係先咧係耳名呀，因為技術歌係比較點講新歌，嘛前音佢練新歌嘅書出啦，嚇。唔過我今日吼，我哋堂啊，唔將3條都被唱用嘅。係啊，錯，就是先鼓勵說一下，唔要就三首歌一首唱1分鐘嚇。寶貝一下，冇啦。串歌啊，因為唱歌。兩句這樣串起來。就是這樣嘅那個唱片就是4.5、15都可以唱的，是吧？好。簽名係今日先係鄧乃成老師係個紅梅，好，測驗你到底也按久來有進步冇？我相信從藝術國係半年前的事情咧，半年後之前到底有沒有進步？好，安子生，冇問題。紅梅一條歌，他家做熟視都很熟嘅，人家唱很多擺，對嗎？還是會緊張。有信心嗎？有啦，有。安尼這個湯，安尼字帖帶來鳳梅。根據探講，我從來唔係該挑係紅梅啊，唉，真的有鬆一口氣啊，真的，但是還是會很緊張啊，因為我覺得這一定是評審老師下的陷阱，對，所以這首歌今天一定要改變一下，希望啊大家聽了就知道。記得故鄉嘅路無後輩，花園總是總有一條鳳梅。在冬夏時怕梅雪怕之中，泥土與風遠越對。記得家書嘅大片後輩，迷夢中是花園江山太虛。因是貌似敷衍相愛凡俗，山邊海用叫閒彩。愛看幾多花愛經過了千山萬海，愛娘記得也嘅誓言，愛眺望的寒風吹，愛看幾多花落花開，愛經過了千山。有點變化哈。係啊，誒，後邊有啲阿多啲部分。對，拼了，對不對？對，拼了，對啊。東老師，係啊，我覺得有進步哈，有進步一度，尤其嘅你唱嘅拍
胖某一个 part， 我觉得蛮喜欢。高音部分冲得懂后，不过有一句哈，迷梦中是 value 那个有字不见了，跟有个是什么冲动哈，一大双。各位前面唔嘅这个 free 的部分哈，一个 feel 啊，就是 adorable 哦，你嘅部分那是接唔會嚟做，不過我非常肯定會唱到比原唱較好，唔這樣做呀。不過給沒有什麼大差錯啦，不過好像沒有原來嘅鄧老師唱的那個部分好，所以我要再琢磨一下那個部分。不過基本上本來分數我蠻肯定的，因為比你之前唱的好多了，好加多。估算本分數1個，加油！謝謝董老師。大家都沒失望哦。來看一下分數，好不好？Q 自己們分數。我們差41分啊，雙後，好，加油，還有一個禮拜。好，加油！謝謝羅哥，謝謝何俊傑。麥克風本來啊，好了，按姿勢恭喜哈，下來。有陳婷婷。哎呦，來，今天這個挑戰可能對他會比較更困難。還有什麼可以難得了他呢？佢唔係客家人，係，佢下一禮拜要練3條歌曲。哦，是這個。比所有的參賽朋友行得辛苦啊，有信心嗎？有沒有？一半一半，盡力而為。盡力而為，請莊慧茹老師的出題。這次選了3首歌，第一首是《愛黑你跟你》，它是比較傳統一點，而且是非常溫暖的一首歌，溫柔的一首歌。哦，還有。好，第二首是《漫天風穿秋風景》，這是一種很棒的歌，對。然後另外還有一首是《做人愛地久》，做人愛地久。對，那我選《愛黑你跟你》的這樣的一個想法是，就是要聽聽看你唱這樣的這樣子方式的歌曲哈，你會怎麼表現？那個《漫天風穿秋風景》呢，因為它的歌詞多，而且這首歌我覺得它會突破你平常某洶湧的唱法。那做你愛地久也是因為你的在咬字上面可能就是比較需要多一點學習，所以說我挑了這個歌，讓你可以學比較多更好的咬字。那最後選哪一首呢？那一條？我想想，因為上次聽到你唱小調的歌了，所以我決定挑《漫天風穿秋風景》。這個不是歌詞很多。對。哎呦，加油哦！他可以的。莊老師，你確定不是害他？不是，因為我很想聽聽最簡單、最單純的婷婷。哇！謝謝老師。有沒有信心？我拼了！拼了！哎呀，大老遠從馬來西亞跑過來，不拼一下怎麼可以？對吧？對，拼過頭了。你要不要躺着拼一下？不行啊！好了，來，漫天風穿秋風景。剛才呢，在台上聽到結果是這首《滿天河川像黃金》的時候，覺得有點擔心，因為這首歌不像是比賽可以搶分數的歌曲，比較像是節慶活動的時候啊，一個非常溫馨、非常熱鬧的歌曲，然後挺害怕的。可是其實，在練歌的過程當中，練着練着，覺得其實我聲音好像蠻適合唱這首歌的。我相信老師選這首歌給我唱有特別的用意，那希望大家跟我一樣非常享受這首歌哦。江落的渡，烟坤长江中一片错，群空。
春，无春大鼓粒粒真，满天无船唱风景，风景风景唱人人，人人看到触目惊惊。一担爱一路，开中木下对多多，一动嘅火声就唔消磨。太阳升至风起小河。巴拉巴拉巴巴梆，巴拉巴拉巴巴拉梆，巴拉巴拉巴梆梆梆。江无的渡，眼眶长长像一片草，圈圈长地排排错。脚条天香唱兵歌，歹的擦错唔甘落，吉手表哥哥。无的江，无的渡，无的大土表哥哥。掌声强响，手行愈水，莫相同。无的大腿一寸寸，无法开出念无春，无春大棍粒粒真，满天无船唱风景，风景风景真迷人，人人看到触目惊惊。一担爱一路，开中木下对多多，一动嘅火声就唔消磨。太阳升至风起小河。哒啦哒啦哒。谢谢。还有这个很有原野风光的那种感觉哈，哎呀，原野，好。觉得怎么唱完这首歌，觉得就好不容易唱完了啊，因为太多歌词，好多字，好多字。放下心中一块石头，对是有点像那个我骑了一部单车，哈哈哈，要到路的尽头那个。那真的字还蛮密的。慧茹老师嗯还满意吗？他一放松就完蛋了。放松一点会更好。真的，慧老师没有害你，他是要害死你。开玩笑啦。安安静静爱一个三个。没有男同学喜欢你？有啊，像林冠全那么帅吗？他很帅吗？慧茹老师还满意吗？帮你拍拍手，太厉害了！哎，谢谢老师，真的，大家要拍拍手。你可以把字全部都把它背起来，而且还挑战唱2次，很棒。那但是有没有觉得唱这样子的歌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哎，比较温暖，对，然后比较把欢乐带给大家。有没有那种一直觉得很想冲不出来的感觉？但是整体上来讲，你在唱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上，你在换气上面可以更多的琢磨，就会觉得，因为它字很多，那其实你的换气可以，你本来可以唱大歌的人，你的气绝对很足够。可是唱这样的歌，反而会觉得你的气快要不足，就一直觉得你在换气，一直在换气。那这个是我今天觉得的一个可以去修正的地方。那有一点点小螺丝，但是我已经觉得已经很厉害。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不会讲，你做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不错。那我给你的分数也不错。那在气的运行上面可以练得更好，加油哦！谢谢老师。他冲来跑国有一个画面，就好像骑着单车，真的就是在，好像在那个金城武术那边哈，那一条哈，那博朗大道，那种博朗大道啊，那哈，那种感觉，那种画面，对，漂亮。可以再放松一点，有点紧。按多狗子，那要还没放松。一天接狗子的。哦，对啦，他一放松就完蛋了。放松一点会更好，真的。就讲啊，真的，慧老师没有害你，他是要害死你。开玩笑啦，没有，我说真的，这很难，因为他歌词改歌词吼，算是比较道地的传统的，给哈嘎国给口气，连我都觉得有点难唱。我倒觉得真的不错的歌。婷婷有一个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他会做一件事情，就讲旋律到哪里，我之前有讲过，旋律到哪里，歌词自然浮现。我觉得他有本事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的歌词才能够记到这么清楚，对不对？我有没有说错？天生的歌手，对不对？对，就是发音跟那个旋律是一起记的。对。没简单啊，讲真的没简单。谢谢老师。像我们现在已经快老人痴呆症了，要记这种歌词。好来。哎，还是要扣分数了。也目前佢累积的分数已经230分的啦。规矩办奖好了。哎呀，看佢啊礼拜做得拿到一多分来。来，看陈婷婷的分数。谢谢老师。这个礼拜有真的较差，下礼拜冠军赛就看你的了。加油加油！好吧。战袍挑好看一点哈。好了，麦克风给我。谢谢，谢谢，按这些回座休息。来，撒下来，哦，是纯一 V 啦。刘先生。好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你崩那干嘛？糖葫芦啊？没有啊，你不觉得我长得很像一个人吗？什么鬼吉娃娃？吉娃娃。芊芊姐姐啊。谁？有吗？徐千顺。哦。徐先生有绑这个灯笼啊？有啊，他都会这样。那是你的偶像吗？不是，我很佩服他会写这种儿歌，然后我妹妹也会唱。哎呦，所以你还是小孩子嘛，他是喜欢儿歌。儿歌，那你跟农妹唱就好了。来，指定老师罗国立老师。好，就剩你还没指定哦。好，今日这本先创个国外用来快国单元3数哈，第一数肖云熙老师的《蚩尤》。好，第二首呢，我写嘅7個款童話，第三首花開咧。基本上呢3首歌呢，雖然講其他的個節奏、其他的個style 冇同樣哈，但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3首歌都是很標準的情歌，有慢的情歌，有搖滾的情歌，就是傷心情歌，歌詞的部分哈。根本你忙是談過戀愛呢，所以啊。这就是我希望他成长的地方啊！我想要看一下14歲、15歲子哈，还没有谈过恋爱嘛，对不对？萱萱有没有谈过恋爱？说不定有哦。没有嘛哈？有没有男同学喜欢你？有。有啊。有带你去夜市吗？没有，妈妈不看。对，哎，妈妈有看到吗？有看过？有啊，我会跟妈妈分享。真的啊？对啊。都帅吗？帅啊！有像林冠群那么帅吗？他很帅吗？哎，你给他面子，他是这一集最高分的。他只是比较高而已。那我嘞？每一个人的眼光不一样。这个小女生真厉害，真的是。这老师你好帅。他很聪明，他知道。他喜欢爷爷型的。哎，对不起。好，冇相关。拍摄。我先也3首歌比上最想要讲，因为对萱萱的这个观察哈。从大概海选一直到季，一直到像现在的那个年度总冠军，他的成长，大概进步，我相信位评审有目共睹。好，我要看下3首歌的组合，我认为啦，我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他没谈过恋爱，但是他有一些想法，将那种失恋的感觉唱出来，我觉得他可以。所以也部分一点点的社会考验啦。好，那我更加相信他可以做出来。他再三的思考，最后给听了2本嘅唱7個款童話。哦，你最怕这首对不对？其实我还蛮怕的。3首里面轻讲哎哈，轻讲的最要。3首都很怕。那你唱歌干什么？你怕什么？就对不对？挑战啊！你上礼拜给唱给跳。
你头那个就唱到暗号的，让我唱啊都唔记得咧，送礼拜。加油！好，没问题啦。来，要调了吗？切卡昆统法。好嘞。当初收到歌单就学了这3首超难的歌，本来希望可以唱《法傀儡》，因为只有这首歌我比较熟，结果竟然要唱《切卡昆统法》，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挑战，没有办法了，只好尽全力唱啦。安安静静爱切卡一三一。就在呀背，熟悉的路之风，他洒给些，路在爱给身边，他们在问我，用关你无来，我应该怎么回答？满山给有痛法。在你的心中已有了另一个他，他所给些落在爱的身边，他们在问我安不安怕不怕？孤单给自由，我终于不必再为谁牵挂。习惯自己看童话，孤单给自由，就忘了我们彼此说过的话。孤单给自由，从今天开始切卡昆统法。静静爱切卡一三一，走在呀背，熟悉的路之风，怕洒给些，落在爱的身边，他们在问我，用关你无来。应该怎么回答？满山给有痛法，在你的心中已有了另一个他，怕洒给些落在爱的身边，他们在问我安不安？谁牵挂？孤单给自由，我可以习惯自己看童话。孤单给自由，就忘了我们彼此说过的话。孤单给自由，从今天开始切卡昆统法，自己回家。谢谢。哦，哎，仙仙，你现在真的龙妈妈每一次比赛都让人家另眼相看。谢谢。很有 feel 呢。哎，他开窍了。郭丽老师。老师，请问轩轩有没有开窍了？轩轩其实如果说论唱的话，你今天唱的部分是已经达到我想象中的那个标准，但它还不算是完美。你的在副歌的部分，蚩尤那个蚩最高音哈，都差那么一点点没有上去，跟最后一句自己回家那个家也没上去，有点可惜。好，可是呢，有一叫提宝那个懂欣赏，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跟张老师所提供出来的音乐完全融合在一起，已经是一体了。
这样子的结合，这样子的组合，就会让听歌的人很享受。我今天是第一次全新的感觉到你跟乐队老师结合在一起，那种 match， 那种舒服舒畅，棒！我给你分数也很高，很棒，谢谢，加油！好，安子 C， 来看一下你的分数哈。好，龙先生的分数。那本来老多应该会动歌呢。没关系啊，已经很高啦。很高啦哈，加油好不好？好，厉害哈。谢谢，麦克风带下去。哦，好。好，回家睡觉哈。还看今日上水的。你多么水？好，今日你参赛朋友已经比赛了哈，倒在下礼拜的金牌我很满意，冠军我很满意哈。大家一听到准时收看呢哈，脑筋打擂台啊。不过今日大家拢冲得相当高分呐哈，所以下礼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所以加油哦。好，下礼拜一定要准时收看了哈。按你流行歌曲组比赛。好，先多谢评审老师。安辛苦啊哈，谢谢。爱来看传统组的比赛，莫转台哦。好哇，今日安尼传统组的要倒数第2个礼拜了哈。倒数了5、4、3、2、1了。哎呀，现在下礼拜比赛就剩下礼拜冠军比赛了。哎呦，砍就一马死了。一年都砍就嘞。哎呦，都带满伊要冠军哈，哎呀，很低很当然讲，哎呦，安尼来夹进行去要比赛，比赛之前介绍安尼金牌的安尼评审团。李金明先生、曾敏珠先生、王pissu先生、李秋华先生、杨永宇先生，有请到李金明先生来讲下主题。係好，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哈，一個萬嘅比賽啊，多厲害啦，越來越精彩啊哈。正經呢，今日嘅比賽嘅主題也以前應該唔曾出現過啦哈。哦，盲是咩歌嘅？很多神體跳嘅自聽賽啦哈。哦，自聽同一朝前有冇相同嘅哦？比如講係介紹台一位參賽朋友企喺舞台當中，佢啊完全唔知講佢唱乜嘅跳嘅錯嘅。錯係。啊由各位先生來自聽。係針對佢嘅佢本身嘅優點缺點哈，韓國佢寫嘅歌詞呢，為本意特挑戰。好，安尼好，來，俺先有請第一位參賽朋友來到我哋舞台當中，好嚟。哦，美濃之光總香曲。兩位主持人好。嘿。安尼沖面達人呐。沖面達人哦。哦，沖面達人，請三體跳來講，你較家己啊，個較強嘅係咪嘅？三體跳所以來較強平板。哎呦！因為天二機、第四機大音藝較無法度，較唱不對位。哦。啊，藝音較高。所以落山歌較冇問題。三個字沒做得啦。就平板。好。哦，唔緊要落點講出來嘅。講平板。三個字落山歌冇問題。安家這有像安尼 TV 李金明先生哈，指定老師，李老師，那自聽乜嘅跳二六本佢唱。感覺張秀智嗬，其實佢嘅不但啲天分，佢嘅元旦嘅上映嘛哈，上次就全部進獎啦哈。但是呢，因為佢本身嘅美濃嘅南部嘅客家鄉親，佢條可能四體跳、五體跳唱到下好哦，三體跳可能冇人熟啦。但是我感覺，從我嘅看法嚟講啊，我觀察佢研究啦哈，看到佢嘅困難點應該係對三個字係困難。所以我係針對佢哋首歌詞啊哈，因為三歌詞嚟講，平常因嘅歌詞啊，都講，一講有三隻譬如四隻平常嘅韻，唱下一講有三四隻雜韻嘅詩啊哈，唱下嘅時就當然係真難唱嘅哈。佢基本啲首三歌詞呢，佢對啲嘅係感覺佢講用三個字嚟唱下好。佢會較困難，困難。我冇表示啦，哈。但是唔係講唔係為難佢啦，一唔係講
调故意讲我来讲诶，有点不用水，因为佢强平板，佢点那三国志本草。他其实唔强嘅三国志，故意讲平板，你有到诶。哇，本老师做到诶啊，做到诶。老师本来挑战一下啦。哦，所以安尼李建明先生一点三国志。好，安尼按这个唱，安尼中乡曲带来一条三国志。对。人家创嘅时节，怎么木主印看嘅片了嘛？我想咗木同嚟6樣嘢啦。6樣嘢。你必須係第一個年要6樣木。舞台來上啊！创下陣，那你肯定係行了排泄。沒有啊，太英俊了。哦，有太英俊。這還有話說。這都是漂亮。對，我知道。上台跳的指天曲，老师指天本来唱《三国志》，其实有一些欢喜，因为《三国志》对我来讲，上课练习的时间唱得还蛮顺的。相信今日《三国志》对我没有太大的问题。希望给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做得为上曲加油哦！好像没有难倒哎。对呀，还没叫我动厉害。但是人家创的时间，怎么木主印看给片了嘛？迄乜个原因？有哪样？好，我想咗木同嚟6樣嘢啦。 6樣嘢。你比賽係第一個年要6樣木。即哦，人家要唱一個朋友同用嘅手機翕就出嚟啦。冇啦，唔見吼，冇啦，完全不能講下個面較強啲咯。第單條會不會欣賞嘅肢體嘛個狗鼻人中，唔係可以師兄嘅。那有限啦，無限見種嘅啊。按多入樣機同翕唔得夾嘛，再去做看呢，對嘛？啊，個太太天生嚟，看較好看。啊，你夾先聽李建明先生好不好？呂老師。 自天呢也三國志嘅創作樣板，有沒有讓你失望？用你張秀記哈，其實做嚟嗰啲講同歌啦哈，表現都挺好。因為實際上講樣啊，為很其重要數嚟，因為三國志嚟講，尤其係講天意記最尾隻詩啊，將佢創嘅個後果上嘅隻位數哈，你睇創嘅隻上咧，係將國語嘅第二聲啦。
改就係等於國語嘅第三項啊哈。所以從來就兩隻本大家創三國志要請注意，那會創得好哈。以前因就下老師咪經常要提到呢一點哈。所以呢班我就想講，呢一部分呢就講看佢因美濃嘅鄉親、南部嘅鄉親咧對北部嘅三太跳。喺美國創得真好結果，我就談到真好談嘅美濃嘅三國志嘅哈，聲望安之些哈，各加油哈！謝謝。安之些。佢結結看安尼壯鄉局，一個美濃之光，今日就拿到一道分來。美濃之光壯鄉局嘅分數。43分，也非常高嘅分數哈，恭喜咧！恭喜啦哈！哦，下個禮拜，哈，係啊，安尼麥克風先交本來，唔先做迄味嘅當方錯手來啊！係啊，可以做消息安子些，好，撒下來迄萬人安迪哈，嚇。羅斯人。哦，分享羅斯人來到安尼舞台當中。分享。羅斯人。三太跳。講乜個跳？平板跟肉山歌。平板肉山歌，做三太跳天氣就講兩跳。咁唔要阿苗咁唱危險嘅。平板肉山歌，唔做純山歌製作唱嘅。跟人講落去哇，撒下來還要就唱真民族欣賞，那個只聽哦，係啊。自聽的話，自聽啊吼，我哋私人啊，我自聽佢唱平板啊。佢家講佢動約咧。所以我本期如何照顧更加進一步，讓做得拿到了年度嘅冠軍啊。好。希望我對佢有安排嘅期望啊。所以你自聽咧係平板，好唔好？嚟，我哋唐羅斯人帶來平板。好，我加入我。老三哥的那個尾音太長，會害怕氣不足。平板最擔心的是他的韻味，怕表現不好。沒關係，今天被老師指定要唱平板，我會把韻味、咬字都唱好，大家等着看吧。好，安尼平板创体，安就夹夹来谈安尼真民族欣赏哈。有請伊歌詞本人談到非常的明確，吼，咬字全部有章，叫貴親意圖咧，貴親意圖咧啦。將伊呢迄有機會阿公迄有錄起來，唔是第一個哦，你那一道愛再個加強安尼所猜。很細啦，講真的，創作安尼已經是不得了，不得了咧，真是有樣。真的。哦，加油哦，徐博士棒棒。安子先，安子夾夾來看一下，安詩人做得拿到一道分，好嘛？來看羅詩人的分數。幾多啊？
记是啊。哎，你欢喜吗？欢喜啊。傻逼儿。哦。真的傻逼儿。哎呦，平板呢，45分哦。哦。好啦，恭喜恭喜，加油啊！哎呀，按麦克风捧来哈，哎呀，会做休息，恭喜你。好了，沙下来那边。钟明珍。哦，欢迎钟明珍的。明珍姐。哦。明珍姐好。哎呦，你好，雍容华贵。好高贵啊！有这个舞台啊，所以做较强的啦。哦，本身就很强的啦。强那个跳。讲三国志到落山沟。又讲2条。还是纯到平板好装的啦。啊，你更加教育下来就会。那按照这样呢，往屁数欣赏，那只听嘛个歌比唱。迷真记嘅上映哦，从那个小条冻喉糖冻酱啊。不过根本因为挑这个3大调里面哈，我想平板对佢来讲係太容易了，所以我會記從三個字。三個字啊？哦，可以呢。請講。加油！冇驚。哦，安尼做來挑戰一下，強乜嘅，強後台，好不好？對吧？好，變落去，周迷真帶來三個字。今年呢，本老師指定要講三個字，其實嘛，唔是平淡性啊，因為到回旋一路行到呢下呢。冠難過，冠過。唔管乜嘅曲調呢，都能做得表現到清楚。我相信啊，基本嘅做到3個字創造動好，一條人那就清過分。加油，張偉珍，加油！创阿特那里肯定还行了排泄，你是有什么不确定性吗？没有啊，太英俊了。哎呀，哦哟，太英俊了。这还有话说，对吧？开玩笑。哎，对，英俊，对啊，你们吃东西漂亮，对，我知道。有嘞，吃到这个冲动有呢呀？有没有突破？我这个是觉得还不错，还可以，没有忘词啊，没有忘跌破啊，没冲破啊，很欣赏啊。这稳稳的冇乜問題啊，對嘛？你講佢最強平板，我今日小朋友挑戰你的平板。哈，你們都好殘忍哦！一浪流逝啦。怎麼那個呢？多哥好，海清好。衝下腿。你有細膩度啊！冰彩線啊！
爱这个是觉得还不错，还可以，没有忘词啊，没有忘跌破、那冲破啊，很欣赏啊。这稳稳的没啥问题啊，对吗？他比赛那么久，我觉得山沟子他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表现的。那我觉得今天美珍姐唱得不错啊，唱得以后啊，冇动好，冇嘛问题啊。好加载的，爱糖的冇嘛问题啊，第其他老师。哎，安尼这来看一下咯，好吧？好啊。看一下分数咯，现在我冇问题嘛。冇问题。看一下，好。好。钟明珍嘅分数。哦，下礼拜就见真章了，好吗？加油啊！加油加油！快做休息啊！好嘞，3號嚟入面。鐘漢一。好啦，歡迎來到舞台當中。應該冇講嘅啦，應該冇講嘅。係啊，按厲害，季冠軍，一下分數要千個。有乜好講嘅？嚇，講嘛，我講啊。因為平板上是專音，很順。平板唔係千好唱嘅。對唔對？咁簡單啊！真的哦。係哦。來，你手下欣賞，你字聽乜個本記？好啦，你講佢最強平板，我今日小朋友挑戰你的平板。哈！你們都好殘忍哦！因為韓語佢上很要求嘅，同時佢高音唱得真好，所以佢邊個俾次嘅大音唱得好唔好？平板，因為你三個字落三個字拉多咪到3到人去變嘛。但是你平板最高音只要到 re 音，所以我今日做出你嘅模片困你嘅後音，要叫出來嘛？安尼出來，同安尼總含義帶來平板，好嘞。亞數歌詞在練習嘅時間，發現到練平板嘅時間冇幾順，轉音轉到怪怪嘅，所以即家要特別加強練習。按拄好基本嘅嘟好，本身當自聽愛唱平板，希望等下下嘅比賽做得有好嘅表現，拿到高分。哇！这大下糖啊，一舒服哈，哎呀，一舒服的水咧。哎呀，都好糖啊。七家吃到七家唱到样板。唔对哦，坤先生。順順。順順呢？歌詞要帶到啦。歌詞要帶到。要帶到。係歌詞。我唔記得咗晒。歌詞冇得聽。好，安尼嚟。應該冇問題。秋霞老師，講你嘅缺點，真嘅缺點就照出來。大專嘅時節，真嘅嘅。唔過吼，你啊2禮拜你嘅平板緊唱緊好。真係準備要做出來哈。唔過心緊開時節，你啊轉長一點點。
心紧了一开呐，心紧咯，出后回旋，还你只有唱歌了大旋的时间，真嘅后旋是就出来。好，但唔过今日无人敲动到分，哈，还是本嘢日落是唔係日落是熬是，叫做日唔係日，我注意，其他很做得啦，加油！好，加油！潘子生，就下先生嚇到，特別講嘅加油都嚇到人。何家真係見係蠻有神。啊，阿妹的身上唱一下，你江老師，有乜個補充嘅嘛？嗬？我記得我上禮拜我講鍾小姐上任其實佢本身的條件還不錯啊，對，但是佢平板就讓樣板的好柔軟度哈，比較柔軟一點。其實可能也有的心理障礙，佢起到了係幾好難嚟，所以唱到好冇多嘅表情啊，表情是冇富裕有餘啦。不過還係不錯，做得啦哈，好，子生啊，係啊，好，分數看嘛，還沒看，還沒看，來看呀，鍾海一的分數。真係先生，哇，44分，也算到高分，冇問題啦，哈，加油，加油，謝謝。麥克風啊，啊，回做休息，實下你，小朋友，哦，做春日美天啊，係啊，來，今日唔要帶乜嘅東西來啦哈，上禮拜肚臍就帶來啊，哎呦，一禮拜唔帶乜嘅，嚇到人啊，來，好，秀純姐，帶埋啊。唔嘛？唔得，藍花來。大班係乜嘅意思 ？VIP 怎有一類花呢？嚇？哦，安尼啊？講嘅 VIP 怎有一類花我見呢？阿樣啊？要身份嘅人啊？要較大類。我本來一兩粒呢，跌睇一粒呢。講結。可能最近乜嘅啦？睇類花。我最驚落山歌啦，落山歌啊，係啊，都嘛會驚啲咯。唔掂呢，一次就做完做冇嘅獎啊。一般拿到唱落山歌嘅時間分數都較大，就錯嘅，演樣版。一種係哦。一種係。快大嘅。哦，安尼做嚟唱，搞安尼公園有欣賞。你今天要指定什麼歌給他唱啊？基本上我針對個小春小姐哈，其實我先講，還嚟講佢很好的地方，佢咬字動清楚，佢外表嘅表情非常的自然，也係佢優點啦哈。但是我知道佢唱歌方面呢，還有2-3點俾你做參考哈。比如講上日咪潤性。聲音的柔韌度哈，還有嘅感情呢，好優秀誒，細膩的感情兩方面，內斂的感情兩方面都練哈，而且整個音樂性，嘛個音樂性呢是講對歌詞的了解，對詞的了解，做得將那個歌詞地圖嘅內容感情咯，那個表達出來，我知道。一點好表現呢，應當係落山歌，嘟你知道也係一點講，應該是只聽落山歌俾你唱，好嗎？耶！好，老師剛剛有講哦，你個內斂度冇啦哦，你都比較開放啦。係啊，但是好，那這落山歌還是要有點放的感覺。點啊？係啊，好，落山歌好嘛？啊，好，吳小純帶來。三大條呢，我最驚嘅做落山歌咧，冇想到按度好，做本先生只聽到。唔過呢，我為咗禮拜嘅比賽啊，每一隻曲調我都練到當熟哦。希望呢今日我做得挑戰成功，我最驚嘅落山歌，加油！春情，在人間啊！
山歌加甘冲逍遥啊，穷神仙啊！怎么那个呢？罗哥好，海冲啊的，冲啊的。一样的细腻度啊，情感啊。当温柔样的哈，你知道谈一下你讲完要欣赏哈，你知道佢唱到样板呐？今咪唱来哈，你喊你不错，廬山歌都做到喊你不错啦。但是我唱讲嘅空间啊，就讲嘢喊做得到的，像。唔好條件中，還用所有嘅聲音通通表出來，佢是冇錢，冇錢冇錢嚟啦吼。是講你所有嘅聲音都睇上了，佢表出來嘅時間，就好像你在畫畫的時候，按冇衝冇強冇困冇燃，就層次感就不出來了。啊，就講安呢，像講啊，遙看山歌。這樣的就顯得有點呆板，因為做啲像講話安嚟感情，遙看山歌加甘衝啊！後背你係講挑戰嘅運氣很好，後背嘅插嘅音嘛，你愛咋個發揮很有空間，但是你挑戰是不用動態嘅些，你後背已經沒有富裕的餘地了。好，安嘅意思。遙看山歌，唱山歌，俾人哋叫出嚟啊！咩種意思？又未完全係按你嘅意思啦，即係講嚇遙看山歌，唱廣話呢，嚇加甘衝啊！你後面你還是才你發揮啊！嚇，咁樣嘅意思。好，按字寫，按字寫。好，按你夾嗰度看分數，好嘛？來，看吳秀純嘅分數。佢冇乜嘅偵查要嘛？係啊，歌詞要帶到，都冇乜問題啊。係啊，要順風 TV 哦。係啊，哦，希望有得發嗬，下禮拜一掛定。跳哪隻掛嚟練下好哦。你咪變點呢？我都一片掛一練。好啦，恭喜你，好嘛？係啊。謝謝。下個禮拜加油，加油，加油！好，安尼我相信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同樣我咪向題目就格格就報名哦。報名狀前同大家報告一下嚟。0919388398係純正天花，0227778231。等下到到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現場？謝謝老師，辛苦我們的詹老師，謝謝，謝謝。同時，大家冇唔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都收看呢年度總冠軍比賽，下禮拜見。